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6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先看今日新闻重点：中国伟大军演结束，美国总统拜登是搁再强调支持台海和平，那必要时会动武保护盟友。台湾歌手小说讲出咱中国相关的轨迹，老总统是讲引起别人的所在有真大压力，希望国民谅解。世卫大会明仔开幕，咱官方和民团继续表明家己世界诉求，不过谭德赛有关系未见回应。新闻一开始继续来关心中国伟大军演结束，美国总统拜登今仔是搁再强调讲支持台海和平，讲若必要时会动武保护盟友。咱总统赖清德嘛出声感谢美国收听。另外，咱军方昨伫咧二大码头有发现到一个纸壳仔，内底有印简体字的宣传单，研判这应该阁是因用无人机弹过来。总统赖清德就任，中国随举行2天的宽大军演，结束了后，美国国务院2号第2届观测，大力敦促北京都要有站在，嘛讲以例形成政府交接，加做军事起步抗的理由，可能地处局势压悬。捌4届公开表态，愿意派兵防卫台湾的美国总统拜登强调讲，坚定依护台海和平稳定，而且愿意用武力来保护盟友。We're standing up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I have always been willing to use force when required to protect our nation, our allies, our core interests. 我也呼吁中国来跟台湾共同承担起区域稳定的重责大任。我非常期待跟中国透过交流合作，增进彼此的了解、理解、谅解、和解，创造互利互惠，迈向和平共荣的立场。老总统感谢美国的支持，也甲中国发声，因为中国军方持续用武力来威胁。拜六派出7架处主战机甲无人机，14架中国军舰甲4架海警船扰乱台湾，而且还有中国网称抛出以无人机去金门2大岛调整伫口号宣传片的画面。警方部批评讲，这个举动是典型的人地作战，会看威胁的程度来做反制。经检视内装纸张，以简体字印制政治口号，品质粗陋，防区已完备重要设施及阵地伪装，对于烈士骚扰挑衅行为，视威胁程度，采取适当反制。不会随之起舞。部本部成立了战情中心，整个战略结构上面更有效、及时的应对中共的威胁，乃至于中共的这个所谓的认知作战，快速的横向的连结，来提高总体的反应能力。国军反应了真紧，嘛展现伫应对解放军的军演。有学者分析，新任国防部长郭立雄，甲中国军机、军舰、地面飞弹等等监控的情形透明化，互大家了解中国军方伫变啥物网。嘛，互中国的复合人地震变甲无啥物效果。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中国，伊唔那是军演尔，中国央视最近搁伫咧网络平台头顶打出中国统一的图文，即马包括着5月天、蔡依林，拢伫咧演唱会顶头讲出咱中国人相关的轨迹，这是引起众人的批评。咱总统赖清德今仔嘛搁再表示，伊真唔甘遮的文化工作者。去到别人的所在，来受到真大压力，嘛希望咱国民会当谅解。我们中国人嘛，来北京一定吃烤鸭的。演唱会现场，中国歌迷真热情真欢喜，因为五月天乐团临时来到北京鸟巢演唱。中场甲歌迷开讲时，讲家己是中国人，等就热门所在排行。我们中国男生最热情了，对吧？歌手蔡依林伫南昌演唱，大喊咱中国南昌上热情。另外，杨丞琳、陈妍希、侯佩金、杨宗纬这人也转发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发文。张钧甯、王心凌也转发国土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文章。也来何建华、周杰伦这90外位无转发文章的台湾艺人，也和中国网友来点名。有一点本末倒置。蛮不喜欢的，会影响对他的观感。可能他们有他们的为难吧，不会不支持，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
个人的想法。对于台湾的艺人拢转发这个文章，被看作是表示态度，引发舆论的议论。台北市长蒋万安讲，无可能拒绝因顶上大巨蛋演说。总统大清就是讲，希望民众了解。在别人的屋檐下，我们的文化工作者讲什么内容固然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内心想的是什么。我们应该给予谅解啦。我们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台北市更是一个多元开放的城市。我们怎么可能拒绝他们来演出？文化部也回应，对艺人伫不得已情况下表示态度，表达理解，强调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未要求任何人对家己的立场表示态度，更加袂予任何人因为表示态度，也是无表示伊的态度而受到政治的威胁，这是自由台湾上可贵所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食安的问题是继续咧飙，唔但讲有素食店加火锅店菜盘内底拢有出现冷气。但又有民众刊文讲起新增食火锅，嘛有看到冷气伫遐咧烧，卫生局嘛派员去稽查，讲若危害到食品安全者，上当就要罚到2亿。火锅内底竟有遮冷气，烧者，人客根本唔敢食。有网友伫面书发文讲，伫新庄新泰路某一间火锅店食火锅时阵，雄雄看到有一只活的冷气，真恐怖。虽然店头后来换一点，不过还是食到惊惊。应该是青菜来的时候含着在里面，因为绿色青菜，因为最近有下，对，所以里面应该有夹杂到货，然后没有注意到。店员讲，拢按照正常的程序准备，要检查食材顶面是毋是有附着其他的物件。进前也毋捌发生过相关种的情形，对此新北市卫生局会派员去稽查，并且要求业者爱随改善。那你可以把菜都洗完之后呢，你最后的那个洗菜的水里面加一些盐泡一下，就很像是那个水质一样，你加盐它就会挛缩一样嘛。但是一定要记得一件事，不要徒手去抓锅鱼。针对于场所的作业环境、人员卫生以及病媒防治加强检查，倘有不符规定处，将依食安法第44条之规定，命业者限期改正。若借其仍未改善完成，可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由最近一直发生冷气危机，对素食店到连锁火锅的品牌拢出包，专家认为讲可能甲最近电台如何有关系。因为冷气爱比伫咧湿湿的菜肴顶面，虽讲提醒民众青菜上好放水流洗15分钟，唔会使减少农药残留，也使加寄生虫洗清气，降低这食安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苗栗的通宵中昼有一对查甫查某去到便利商店，那就要共偷摕行动电源，去店的发现了，佮摕米缸倒出来咧压。加在是警察随赶到现场，当场甲压好倒，专案是依照准强盗罪依上法办。画面内底即间超商的店长，当咧甲一对男女朋友咧讲话，了后即个31岁姓齐的查某人，唔但出手攻击，还佫举米缸倒共吓惊，这拢去监视器翕起来。即个冲突的事件是因为店头怀疑即2个人偷摕物件，警方接到通报，出动快打部队去现场，把即个姓齐的查某人抓起来。疑似是偷窃，然后被店长抓包。对，然后后来就是可能是恼羞成怒，所以就是有持刀想要攻击的感觉。警方讲，2日11点半左右接到报案，即个37岁姓陈的查某人，那像偷摕店里一个行动电源，当去座位甲因查某朋友食泡面，店长发现那像有问题，所以甲伊对峙。不过，即个查某人是拢好人，而且不爱拿钱。因男朋友为着要甲压，都动手攻击店长，落尾手去互热心的民众，还佫有6个警察共同制服。2个人的乌托邦还佫停伫店外口，店长就轻伤。附近的民众对治安是感觉真烦恼。是治安好像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会不会觉得说，好像有点可怕？会啊，还是会啊。会啊，尤其如果小朋友的话，就更危险这样。徐姓男子为维护女友，竟挥拳攻击超商店长，并持包包内之美工刀作势威吓。通宵警分局快打部队共6名员警到场后，于超商店外立即将1男1女窃嫌押至逮捕归案。警方认定这2个人有偷摕物件，专案以涉嫌犯刑法准强盗罪，而且苗栗地检署侦办，而且呼吁民众买物件都要付钱，额头3笑有姓名，唔通就是讲闪袂过，若无会依法上班。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高雄警察张巡逻，发现到有一台车车顶哪像有藏溪仔盘、溪塔面，
要求驾驶落车，无想到讲伊个竟然驶车来弄警察，甲警察弄着伤。虽然讲伊最后有来投案，不过警察已经开票，无算自首，嘛依照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罪甲移送法办。那警察巡逻时看到汽车违停，立刻看卖，却是发现这4部的驾驶人唔有早起的前科，车顶啊疑似有食毒品，用这个卡盘，有时就叫伊落车。下来的可以盘嘛？接着，别人加先配合，所来个警察弄开了逃走。代志发生在2个暗时接近10点，高雄三明区丁中路加金山路口，警方需要向检方申请拘票。向高雄地检署申请拘票后，复南自知难逃法网，于今日14时至顶金所投案。警方依法拘提，全案依刑法妨碍公务毁损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2日下晡，这10个人主动出现伫派出所，承认讲有卡盘才逃走，杨国检方拘票已经开出啊。警方认定无算家己投案。除了刑责以外，有这10个人逃走过程加跪检开车、超工弄警察、反向甲抢红灯，总计相关涉罚208800块的罚款。训练盘查的过程是蛮扎实的，但是呢，我们大多都是以徒步的时候或是骑乘机车的时候，开车的相关盘查的经验呢，也是比较少，情境的讨论也是比较少，警察机关应该要更加深入的部分。那警察因为可以弄到一人倒枪换骨头鼻气，一人镜头车门夹到，警权回应机关，稳准警察以保护自己也是他人为优先，唔是欺负对方，互警察伫群时也使保护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明仔载就要开幕，咱说又阁无受到邀请。今仔咱卫福部行动团、国会团全体人员是拢穿台湾会当斗相共这领衫，和民团做伙去参加世界相关活动，互谭德赛回应咱加入世界诉求。不过，这谭德赛有关系未见回应。海外台湾侨胞分署长马金领是要向全球展示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决心。世卫大会会伫27开幕，台湾已经连续第8年无受到邀请。民间团体礼拜透早就去到世卫建造活动的现场，要向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表达台湾的诉求。那么我们进入世卫势在必行，这个不会变，我们不会放弃。留学生嘛去建造活动的舞台头前，甲主持人做伙大声喊台湾加入世卫。世卫秘书长谭德赛是穿蓝色建造的团服，真侪前甲民众互动。Can we? No pressure. Can we do it? Can we do it later? 台湾民团过头继续以示威甲论坛活动的方式，加深国际对台湾议题的关注。估计有超过200个台湾侨胞，甲支持台湾的人士来参与。由卫福部长邱泰源带领的世卫行动团，甲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带领的立委指导团，组成台湾队加入建造的活动。所来几日天会甲各国的代表、随处国会成员，也有医疗卫生专家来做交流，争取国际支持台湾。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讲到另外一边，中国、日本甲南韩的领袖峰会，同款是明仔载要伫咧首尔开办。各界咧叫讲，日本可能会趁大新区的会前会，搁再表明支持台海稳定的立场。不过，若等到正式的会谈，三国可能就会跳过敏感的政治问题，敢若要敲无益的代志。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豆豆为飞行机面顶行落来，准备展开中日韩领袖峰会2天1暝行程。这场3国的领袖峰会是2019年以来4年半来头一届举办，故估日期正式开始峰会进程，会分别举办双边的会談。3カ国の協力の方向性ですとか、あるいは地域国際社会に関わる課題について議論することは。地域にとっても、大きな意義があ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甲中国总理李强会谈，外界咧邀日本除了对双方包括领土、历史遗留问题，嘛对中国伫台湾周围举行军演表达日本的立场，唔望中国透过和平对话解决台湾的问题，嘛唔望搁一摆较真推动扩大中日双方共同利益的战略互惠关系。另外，对韩国岸田首相是唔望在每年两国邦交正常化60周年时签署复合时代的合作协议，推动改善双方
方关系，进一步强化领袖甲部长级的意见沟通。对于27个三方领袖峰会，美联社分析3个人有可能会撇开北韩、台海、南海在地缘政治问题，针对贸易、健康问题、技术、气候变迁、人文交流甲灾难应变这个大方向，及其具体合作事项。South Korea and Japan's recent moves to strengthen security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ngered China. But experts say the three countries now share a need to improve ties. They say South Korea and Japan want to have better ties with China because the country is their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外新社嘛分析，日本甲韩国甲美国的关系是愈来愈密切，嘛互中日韩的政治立场差别真大，特别是伫北韩的核威胁，甲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密切，有明显的无同，所以根本无可能有共识。不过峰会了后，嘛会发布共同宣言。我是新闻台视同朋友。转来看国内立法院国会职权法案，恐惊后礼拜二就要三读通过。总统大清德强调，国会议事应该尊重定序证据。不过，那也认为民进党根本就无了解法案的内容。也郭建明是回应讲，那拿赢甲白赢，硬要互过三读，一定会提出失宪。立法院最近审查国会职权法案，多数条文已经完成立法，可能第2遍议会三读通过。顶礼拜5，一下上万人伫立法院外口抗议的公民团体，也号召民众搁再行上街路。对此，总统赖清德伫面前感谢公民社会力量，而拉佫强调，国会议事上应该尊重定序证据，袂使违法来表决，并且呼吁国内团结对外。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无认同。总会是执政党自己在动员抗争行动。我觉得这有那种时空作乱的感觉，这太奇怪了。这个，我不晓得在干什么。这篇脸书文从头到尾都是从民进党的利益出发，没有从国家的利益，没有从总统的高度。国民党立委王晓玲是写文章解释，国会调查权法制化，也是民进党一贯的主张。讲民进党无了解这份审议的法案内容，讲若受不满，就去申请宪法的改税，搁再引起朝野争论。这个法案基本上已经延宕了非常多年。如果这一次民进党党团认为这个法案有问题，不满意这个法案的话，他可以透过现行的制度，也可以申请释宪。5权变3权这运动底下，这理念底下，有不断提出所谓国会调查的部分。585讲得很清楚，立法院有调阅权往前伸的调查权。国民党现在把5权变1权，这样的写法当然是违宪的。郭建明讲，这次2摆大法官改税宪法结果，已经确定立法院只有调阅权、延伸出来调查权，并无到私人企业也是刑事责任。所以有果若国民党甲民众党版本三读，民进党团一定申请宪法改税。根据了解，行政院长杜英台已经指示政委林明生研究未来是否提出合议，也是申请宪法改税来应用。不过，确切方式要看最后三读通过版本，再搁进一步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2021年10月，新北虎霸潭溪因为落雨，溪水岔流，大家人去溪水呛去死亡。事后家属有提出国家赔偿，法院认定新北市府有管理疏失，判赔265万。我们尊重那个法院的判决啊，尊重那个地方法院判决啊，但是这个是属于法制上的专业事项哈，我还是要请我们的法制局跟委任的律师哈一起研议，再做后续的处置啊。法院审理认为讲，新北市府无伫咧溪岸边设警告牌啊，造成受害者无法度正确判断当下的状况，确实有管理疏失，应该照国家赔偿法规定，担起损害赔偿的责任。也是新北市府是表示，会阁建议看敢要上诉。继续来看今年头一粒风台爱鬼年，目前也伫咧菲律宾吕宋岛的附近，按东北边继续咧行，应该袂扫来台湾。不过对明仔载开始，黄sơn河方面过来，西半部加东北部会开始落雨，这拜2甲拜3，全台湾拢会变天。今年第1号风台爱鬼年，礼拜早起为热带性低气压发展做轻度风台，目前伫吕宋岛附近，以每点钟9转14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边行驶。气象专家估计，未来强度也可会增强，不过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那预测未来的话，会转向这个东北的方向移动。那未来1周可能就会从这个琉球的东南方海面通过。那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影响。
专家分析，今年头一个风台伫5月底形成，甲气候平均值相约，迄人外维尼风台拜1到拜3离台湾会较近，东部外海风影会较大，毋过对台湾的陆地并无影响。气象署提醒，礼拜暗时开始，地流方面会豆豆挖近。拜一开始，西半部甲东北部会豆豆转做是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有雷公雨的天气。东部嘛有部分所在有短暂阵雨。若拜2到拜3方面会持续影响，全台湾的天气拢无稳定。28号的话，就会直接受到锋面的影响。那这波锋面的结构，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扎实一点。所以在28号这一天的话，各地都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特别是在西半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下雨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到拜四的时阵，各地水汽会小可减少，不过刷来拜5的顶半部，还有另外一波方面挖进，会持续影响到拜6礼拜。到时西半部甲东北部，又会转做是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公雨的天气。东部甲东南部嘛有短暂阵雨。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举办南北馆的艺术交流活动，这礼拜伫咧彰化热烈起鼓。邀请全台湾有超过30个县社甲客馆，各6间的传习国小轮流演出。另外，嘛有安排文物展览，要让大众来了解台湾传统戏剧的发展。有学生囡仔带来的南管曲目，暂时起歌，嘛有百年南管管歌台南进行社演出。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举办的南北馆交流活动，今年伫彰化举办，邀请全台湾31个馆歌参6间传习国校啊演出，互相交流。平湖呢，南馆吼已经发展足久啊，为了家己要更较进步吼，来参加这个活动吼，大家事先嘛练足久的。平湖南馆就是里头、里尾、里中甲里尾，阮的俗语叫做天雷过线。演奏的中间，伊有啥物款特殊的机艺，咱拢会当欣赏的。国立传艺中心2018年开始举办南北馆艺术交流活动，过去拢是一年南馆、一年北馆的方式，伫传艺中心宜兰园区举办。今年头摆刷到外馆区，佮特别结合南北馆做伙盛大演出。因为中华这边呢，伊这个南北馆的这个保存维护工作做啊真好啦吼。啊，尤其是阮希望讲北部的团体来甲遮，南部的团体来甲遮，啊，这个所在市场拄好吼。传艺中心表示，今年活动连续举办2礼拜，6月初1、初2伫彰化南北馆音乐戏曲馆，佮有南馆戏曲专场的演出，要邀请民众做伙来听戏，感受传统戏曲的优美。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继续来看家己的中义歌掌中剧团，因的演出是不断创新。甲布袋戏甲布袋剧相结合，要演出一部招之春神，讲228受难者歌一生的故事，要用歌一生人生最后的收尾期来铺排发展，讲伊对母囝的感情，佮对这片土地和族人的思念。配合导演的画面，布袋戏啊，就伫设计好的所在来扮演。这出招之春神，甲现代布袋剧甲传统布袋戏合作伙。要来讲228受难者高医生的故事。这回演出，阮家己包括导演伊的手法、伊的美术舞台，啊，佮有影像设计，然后佮有迄个人戏、红仔戏。对我来讲，这个布袋戏啊是综合艺术，它可以综合很多画面，而且这个景深跟现在这个，比如像动画片的结构啊、电影的结构啊、当代戏剧的结构，还有音乐的结构，都可以放进去。为着要把这出戏办好，剧团若实在去访问高医生的家属，甚至连红仔的头，拢是请国外师傅照高医生本人的相片来刻，希望会当呈现高医生对土地、族人、佮厝内的人真正的感情。头一次用本土的这种戏剧的方式。效果也蛮不错的。对我来讲，其实刚才真的很揪心呐，因为其实上面的人物都活生生的在我的身边，曾经这样子走过。导演表示，英国布袋戏的演出拢是较平面的手法，这出戏几啊站的舞台设计，创造大甲细或者是远甲近的感觉，佮配合所谓设备的运用，希望互传统布袋戏的演出有无同的感受。记者李慧婷家己报道。明仔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24度到33度，中部地区24度到31度，南部地区24度到32度，东部地区24度到31度。外岛地区23度到29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志安。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